报道。伫台中中区的东协广场发生有业者咧经营毒品的 party， 警方3月初10去调查，结果当场去查到超过100包的毒品，甲172个人是做一撮带转去验尿，这当中有33人是失联移工，也拿2个台湾籍甲越南籍的负责人，参另外2个员工，即马拢已经移送法办。 警方入去到这间舞厅电火开开，音乐嘛拢停落来。原来这是一间专门给越南籍人士消费的夜店。好，各位哦，我们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1分局侦查队。越南籍的消费者敢若会当乖乖配合，因强调伫遮敢若啉酒跳舞，啊毋过警察带狗仔详细搜查，却敲出不少毒品。有对不对？有。狗刚刚在那边有反应啊。 警方除了敲出其他边122包，还有54包咖啡包毒品，全部拢依法查扣。警方进前接着线报，这间伫东协广场的夜店，平常时出入的人就真复杂，再有袂少舞厅甲夜店。那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，提供予越南籍移工去遐消费。啊，不过实际上内底毋但是办毒品的聚会，还有真侪失联移工去遐消费。本辖昔日某繁华商业大楼内，除提供场所 给外籍人士喝酒、狂欢跳舞外，还藏匿大量失联移工在内消费。警方甲172人带倒去验尿，其中有33个是失联移工。那负责经营的台籍姓杜的男性，甲越南籍姓缅的男性，还有2个员工拢互移送法办。2个负责人讯问了后，也互法院裁定收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